好，我叫一鸣，来自老挝啊，这里是阿星啊，这里是阿花啊，就来你找这里啊，就来试一试啊，你们中国后人，我也说了，你看一下你就懂了啊。没有啊，今天走，就打个电话，来走一走。啊，就谁输谁赢啊。走，来了。多少呢？走到背了。我拿走，拿不穿了。你要拿点吧。一，二，背。水冲我了，我就输了。再试试。差不多。是了，都系少的是，你今天少的了，就少的了，就是高。水冲我了，我就去那个了。啊，再试一试，就因为输了，我还不敢输了，就再试试。这水你的背着。我就是前天打完对啊。搞不住啊。对。搞住呀，养啊。你得去抓一吃啊。一，二，背。我是在吃肉吗？输了，来3啊！让啊！到阿弟，我输过呀！我输大了，大海了，我输大了，我输大嘛大啦，你两个大就光嘛大啦。那我就输了，啊，我赢了。耶！那大干哦，到，啊快，到。耶！哇！你打个谁耶？要别搞好啊！哇，再试一下，我输了。那边的，你要对着警告你输了是吧？说得好。来，一，二，背。不能你做得好。我也不能做。不能给到好。呀，我那个打。真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不可能！我在了。就这样。我挺好啊。啊，我输了，我赢了。天啊！不要！我等啊！我等啊！
现在就是阿花和小苦比赛就谁输谁赢。那我说一到8点好不啦？1、2、3。哦，我还不知道谁输谁赢，看一下。阿花输了，输了。小虎赢了。赢。你哭的是到来打了个对劲。落的是哭的是到打败嘞。听了สุดท้าย了。1、2。你等到什么？你等了这不行情已经 OK 了哈。来，1、2、3。不知道谁输谁赢。我那么难过。输了，小虎赢了。Oh my god！ 笑。小虎小李和小虎比赛。小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，用心啊！用心啊！我开心吗？要不是我开心就可以了。我开心就可以。我开心。来，现在是小李和小虎，比赛就是谁输谁赢。这样做我不会说你们中国话，不是快说比赛。这个谁让他背你毛啊？1、2、3。小李输了小虎赢了。他说他喝甩了。再试一次。鼓球应到背上。1、2、3。你给哪的啊？小李输了，小虎赢了。输了。叫虎